中营航空劳资调解破局，中营的空服员后礼拜要罢工来投票。也毋过，中营航空嘛发出着声明来反制，讲这个罢工若影响到公司的生理，将要停发年底奖金，搁会年度来调薪。另外，为罢工日开始的3年内，暂停所有员工甲眷属申请犹太的机票。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来呛中营，已经构成不当劳动的行为，将要向劳动部提出裁决。中营航空空服人员罢工投票前，中营透过声明讲，包括若是罢工致使讲无趁钱，甚至了钱，全体员工将暂停年底奖金甲年度的调薪，一直到公司恢复趁钱为止。另外，公司为罢工迄一天开始3年，将暂时停止所有员工甲眷属申请使用本公司员工优待机票甲联航优惠的机票。也毋过，罢工期间正常出勤的空服人员地勤无包括在内，这嘛互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伫美讲，中营伤过威权甲专制。这是非常非理性，而且非常独断跟专制的行为。那这个也会让付出青春，然后一直为长荣航空卖命的员工感到非常心灰意冷。工会强调讲，中营的做法颠倒是刺激会员增加出来投票维护权益的决心。中营公告明显是针对工会罢工行动甲会员有违反工会法第35条的嫌疑，将向劳动部提出裁决。确定有违法的情形的时候啊，公司会被我们处罚3万到15万的罚款，我们会要求他改善。劳动部强调讲，无希望看到协商自营任何刺激对方的行为。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出面罢工，还没进行投票，好，那我想还是期待劳资双方能够继续协商。中营航空罢工投票，劳资双方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唔管敢有罢工，什么时阵要罢工，拢影响到消费者的信心。